朋友，午早，欢迎收看5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因为即马印度疫情是拖甲抓袂牢。咱驻印度的代表处已经有6个人确诊，其中2个外交人员昨已经坐医疗专机返来到台湾。另外，鸿海集团嘛发声明证实，因伫咧印度的青奶厂员工确诊，即马已经返来治疗。在2位台湾驻印度代表处确诊官员的医疗专机，随8暗6点半登到桃园机场。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甲救护车已经抬兵，甲2个人直接送病院。其中有1位症状是相对的严重。那印度现在可以看到，它整个医疗几乎都已经是崩溃了。那在政府能力所及的情况之下，那对于重症的病人，我们会尽量的做安排。不过整个安排的顺序或它严重的程度，那外交部这边他在主责，那当然我们会给他参考的意见。初8共一天早起，由一帮入行的班机来台湾，其中有76人。印度大商港侨民总算登到台湾。行出大厅就已经有规身躯穿防护衫的人员喷酒精消毒，唔是印度转机的旅客，无需要一张检疫先落飞机。剩的43位大人加1个幼婴分别坐2台游览车到1张检疫所，其中41人本国籍，3个人是摕居留证的外籍人士。这是一般的民航客机，他就是进来那我们要到集中检疫所去做检疫。那当然有症状的也会在机场来采。就跟一般的作业情况是一样的。印度疫情正严重，鸿海集团发声明，证实印度的青奶厂区已经有员工确诊，公司已经安排确诊的员工到病隔离治疗，厂区也已经完成消毒，继续营运。伫印度疫情持续无乐观，医疗体系崩解，外交部讲，除了协调其他的航空公司返来台湾的机会，也继续联络航空公司甲旅行社，安排大商侨民回国的班机。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中国中正5号 B-12运载火箭4月2到发射升空，不过有风声讲火箭的第2节好亲像是失去控制。美国国防部预计残骸今仔日会落回来地球。中国的外交部是表示，残骸危害是真低。据我了解呢，该型火箭采用特殊的技术设计，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过程中烧蚀销毁，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低。相关的主管部门将及时对外通报情况。根据美国国防部预测，火箭可能会伫咧台湾时间今仔日早起进入大气层。虽然有人是认为讲会飞经过台湾的天顶，不过国家太空中心是表示，残骸落伫咧台湾本岛的几率无大。南投草屯平林里的国有林地将早起着火烧，空勤直升机嘛出动飞去日月潭储水罐拍火。另外，这2阵黄霜雨并无化解日月潭欠水的情形。环保局派空袭机监测日月潭排水的情形，虽然讲无发现违规，但是可看的情形真正互人看到会惊。大火甲乌烟是一直冲出来，因为透风是炭烧了愈紧，附近的居民愈看愈紧张，因为差几啊公尺，到底要烧到人家厝啊！电脑是烧甲哔哔叫，听起来是让人感觉真惊。南投草屯平林里的国有林地，西北向着火，因为规涂骹拢是打屁屁的茶机，加上透风的影响，火是烧甲袂收煞。空气直升机嘛出动，为20公里远的日月潭抢水来拍火。也若伫咧地面是出动要60个义消，不过因为当地是伫咧99风迄卡刀，地形真狭，阁欠水源，当地民众是赶紧提供因兜的水井，互消防队抽水去拍火。一直抽，伊会一直补啊。了解。嘿啊，拄则因本来要抽水沟啊啦，但迄水沟你若抽落，一个都无水含沙土，拢会抽起去啊。南投县消防局表示，初步估计算长1.5公顷的林地，着火原因还佫会调查。也若南投县环保局针对日月潭附近10个经业者，为空中做排水的监测，不过迄颗粒仔袂少所在土马是看现贵的大屁屁，码头的底牌也嘛扩大，显示水情要真严重。环保局表示，是会为高空监测，甲采用放流水，并无发现违规。根据水利署观测的资料，初8早起7点，日月潭水库的水位降到734.6公尺，欠水量敢若剩26.49%，民众也是爱准则用水。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是母亲节，祝福全天下伟大妈妈母亲节快乐，人辛苦啊！唔知影今仔日观众朋友敢有计划要甲妈妈出门行行咧？咱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日时的天气真好，中南部可能会到36度以上，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北部甲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过到了后，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雷公雨。温度方面，中南部上悬会到38度。明仔载方面离开，未来一礼拜拢会真热，北部会到33度，南台湾到35度。若是要出门，都要注意热热。这站欠水遐尼严重，目前咱还阁有水通好用，都要感谢先人治水的工程。为着追思嘉南大圳开港100年，甲追思伊的设计者哈塔伊为止。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去台南参加纪念活动。嘉南大圳完工了后，嘉南平原变身真侪台湾的美村。今年拄好是开港100年，这边也是嘉南大圳设计者甲乌山头水库建造者北田武一过身79周年。文化部举办纪念活动，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场。100年前，八田技师在设计嘉南大圳的时候，曾经发下一个宏愿。希望100年之后，台湾的农民都还是有水可用。这样的眼光，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超前部署。为了防疫，这场纪念活动，北田武一的后代甲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这人，虽然在日本，也拢经由时事发表感言。安倍晋三强调，台日的情谊友好，只是嘉南大圳庆祝开港100年，台湾也拄到60年来上界严重的可汗。从这100年来的历史教训中，深深的体悟到，用武力想要对台湾统治的威权，都不如用爱、用专业、用关怀，给台湾人留下的感念。感念北田武一对台湾的贡献，不过水情无好，伊原是国内难题。之前水利署有进行临港的整护，不过截至拜六为止，水利署统计全台湾的水库抽水量超过50%，的只有归人的新山、湘北的翡翠，还有台南的乌山头水库3个，显示水情也是真无乐观，只好期待每户柜带来如雨，才有机会来解除这个可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太阳能的介绍直直起哩，厂商要求补差价，互系统厂商是真生气。搁到行政院副院长心用顶遐起，要求太阳能的厂商都要照拼照行。若是这个争议无法度解决，今年按太阳能的量恐惊就无法度达到标准。所落来是联合报，原本定伫咧2019年9月要实行的柴油动车6期废气排放标准，正正是宣布要延后2年，今年9月份执行。但超商团体是表示，透过立委申请，要求要搁延2年，互环保团体批评。有消息指出，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确定会照时间9月就落。上尾是中国时报，金光党又搁有新部署。刑事局发现，国内头一件假做购物平台诈骗，平台表示，干若需要汇款，就会当经批发的商品，搁会倒集会倒找人买，想被少民众参加。不过，煞是发现讲，等到要领钱时，平台就无人回应。这2天已经有30多个人报案。昨咱是增加5个确诊病例，有3例是境外，1例是新确诊的华航技师，目前也无确定是本土也是境外。另外1例是这个技师的看守，安尼就确定是本土个案。伊伫个5月初5要去台北内湖的富邦银行，伫这个时间要伫遮出入的民众，都要健康监测到5月19。国内 COVID-19 疫情8号新增加5例，其中3例活籍人数拢是境外移入，另外2例本国人数，即案183加案184，分别是华航的技术，还有一名技术的太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案183是即马50多岁男性技术，捌伫4月19号加22号。飞过越南还有泰国航班，24号接受检验的时阵，相关检验拢是阴性无问题。28号暗时，担任案153华航技术的模拟飞行的训练教官，伫19号接受第1剂 AZ 疫苗的注射。另外5月4号来出现着全身拢感觉真酸，6号是来发烧。这检验了后，伫8号来确诊，这病毒检验的 CT 的数字是16。
泰国那一段哈，它可能性相对是很低了哈，但也不完全的排除它。那看起来是跟1153的可能性比较高。另外一位新确诊的病例按184是这名技师的太太，今年50多岁，是家庭主妇。因为先生来确诊了后，5月7号由卫生单位安排来做检验，伫8号确诊。这病毒感染的 CT 数字是23，相关接触者还佫伫调查当中。指挥中心嘛公布，伊伫5月5号透早11点左右，要来到台北市内湖区新公路3带的台北富邦银行来办代志。政府除了派人来到这消毒，嘛呼吁捌伫这时间进出这所在的民众，爱自我健康监测到5月19号。他只是办事停留10到20分钟，有戴口罩。新增加华航技师啊，佮伊的太太确诊，嘛，互这波华航 COVID-19 确诊的人数佮增加2人，累计已经来到31例。另外，这届华航感染的危机观察期，刚需要为5月17号搁来延长的。但市长嘛表示讲，要等新的确诊者因的行踪确认了，你来做评估。另外，同一时间，华航清零计划嘛伫进行，配合透早伫国内5个地点来进行第一批组员，总共有54人的入境第7天的采检，希望透过相关的检疫，让这波疫情赶紧过去。记者张志雄、曾志贤、江淑云台北报道。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在增加，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6700万例，死亡人数328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是增加5个病例，目前是1183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63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300万例，印度超过2100万例，巴西超过1500万例。欧洲迄边，法国超过582万例，英国超过444万例。印度疫情严重，过去1天以来，就有超过4000人过身。这款印度的变种病毒传的速度是哪来哪紧，上无已经有21个国家获着。印度疫情是愈来愈吃力，过去24点钟新增加401078例确诊，4187个人死亡，创下疫情以来过一天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的纪录。虽然印度这波疫情的高峰期还未到位，不过变种病毒已经用真紧的速度破向境外去。根据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库上新的统计，印度比1617变种病毒株已经入侵全球至少21个国家。边仔的尼泊尔过去7天的确诊数直头增加，不少患者拢验出英国甲印度的变种病毒。首都加德满都的病院病床是住甲无够，政府已经宣布5月初6到14禁止所有国际航班入境。现在英国初7公布的旅游限制名单，尼泊尔已经防列入去为当地返去因国家了后，就要强制隔离10天的国家。These measure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o protect the hard-fought gains and sacrifice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n the UK. 去英国旅游就隔离的名单，还佫包括互印度变种病毒入侵的度假景点，也就是伫印度洋的马尔地夫。另外，伫东南亚的印尼嘛出现印度的变种病毒。过去1礼拜，逐天确诊人数拢超过5000例。因为后礼拜就是伊斯兰的开斋节，为着阻挡病毒传开，当局下令禁止使用任何私人甲大众交通工具，而且动员超过10万的军警来严格执行禁令。Kita ikutin aturan pemerintah seperti apa ya kita mau nggak mau kita ikutin lah. Kecewa sih rasa kecewa gitu. 另外，包括泰国、柬埔寨、甲南亚的斯里兰卡，目前拢面临着真严重疫情的考验。世卫组织表示，东南亚地区这礼拜新增加超过270万例确诊，25000人死亡。各国拢爱提关注疫苗的速度。也若国际红十字会嘛警告，南亚的疫情都要赶紧控制落来，若无会伫全球造成更较侪悲剧。公司新闻，景观强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自2011年台湾国家档案局开放政治档案，互民众去看。不过，这档案说是要安怎解读？国家人权服务馆甲民间团体都用当外时间解破审判档案，出一本号做政治档案的讲话册，希望带民众了解要安怎解读政治档案。
捌做过中国广播公司坐广播局的崔小平，1950年到1970年是不列清，不过因为初中捌和共产党接触，1968年获政府认定有参加叛乱组织，而且无去自首，落尾关9年4个月。即马包括1965年梁小豪的自别书，内容写对崔小平姊妹的了解，也搁有调查局的文件和崔小平的判决书，加的政治档案拢互整理出来。国民党迁来台湾之前，他就已经来台湾了。那可是他的案子很有趣，是到1960年代末，情治机关才侦办他跟逮捕他。除了崔小平案，这本由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台湾民间真相和和解促进会同齐出版的《政治档案的讲话》这本册，也整理蔡慕东、蔡孝乾和柯石图因的政治档案，希望成做台湾头一本专门解读政治档案入门的工具册。咱档案顶头敢有法度讲，看到伊的化名甲真名是对，像这张档案内底就甲伊的化名甲伊的真名，拢写起来，再咱一看就知哦。原来这个人是安尼。那直接把这个档案当作是真相，可能会对这个政治受害者，变成第二度的伤害，所以这本书真重要的部分，就是讲，除了甲你讲安怎找档案，嘛提醒讲爱安怎用档案。台湾在1999年有档案法，2019年制定政治档案条例。不过档案开放以后，民众要安怎解读？像档案集用的思虑、档号的结果，拢有在这本册详解。希望跳脱英国对受害者为中心的思考，转换到整个加害者体系的了解。记者阿明金、淡薄罗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当年叫做台东县上青的活动，就是热气球嘉年华会。今年对7月初3开始，连续办45天，将全世界头一粒摕到版权的 Hello Kitty 热气球嘛对外公开。全球唯一一个 Hello Kitty 形体的热气球，设备透早6点外，100外的游客甲在地居民专工去台东县落叶高台，见证这个热气球头一届甲气枪把踩起来的仪式。飞行员日拍拼甲 Hello Kitty 的热气球驶过来面对观众，现场的游客扑也是拍甲。台东县政府表示，这粒热气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穿粉润服装的 Hello Kitty 热气球，会在今年7月初3到8月16升空做展示。参加45天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不过，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要持续伫个压悬，活动的时间遮尔长，要管控人丁，甲邀请外国的飞行员来参加，是真大的挑战。所以多少还是有点担心。对，而且就是花东算是就是旅游比较热门的地点，增加了一些变数哈，比如说他们会问说，我已经接受疫苗了，那我到台湾的时候，我还需要14天吗？官府表示，外国的飞行员拢会照国内检疫措施完成检疫来入境。今年拢总会有40粒国内甲国外的热气球做伙参加。官府预估，今年来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的人数，可能会比去年120万人次还佫较侪。官府强调讲，会看疫情的发展，还佫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来控管人流，而且会用徛名册的方式登记，呼吁来参加的民众喙眼都要挂好，嘛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母亲节，新竹一间科技大学的设计系伫咧校园内底制作大型的花艺作品，互离开故乡来台湾读册外籍学生，会当透过作品思念母亲甲家乡。一阵自外国来台湾读册外籍学生结伙合照，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返去过母亲节，还好特别请因伫校园内设计花艺作品。互因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从去年到现在是1年多了，我没办法回越南看妈妈，然后特别想家。然后我希望是说现在疫情好一点，变成好一点，我可以马上回去，然后跟妈妈是在一起，是跟妈妈的感情比较好一点，对。因为在这边也是很想家，很想妈妈。还有讲对外国来台湾读册学生，除了一般学业以外，还有语言参文化无同的挑战。透过母亲节，在校园安排一个所在，互因会使翕相，把相片传回去给母亲。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疗愈花园，让学生不只是母亲节，在任何的时候经过看到，透过花的疗愈呢，让把这样的爱与温暖分散给更多的人。然后希望透过这届母亲节的活动，有法度返去厝内过母亲节的外籍学生，在台湾读册，
袂使感受到厝内温暖。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2018年，美国顺天美术馆甲文化部签观景意向书，由台湾国立美术馆保存药学博士柯宏源先生在世进前收藏的台湾艺术品。最近由美术馆专工竞选200位艺术家的作品办展览，让台湾的民众欣赏台湾美术的发展。今日国美馆一个展场，头一眼就看到画家李梅秋替柯宏源翁某所画的画像。策展人表示，真少袂道的李梅秋其实是受到柯宏源的真心甲坚持感动。除了这张画像，还有一幅透早鱼翅，嘛是真罕得看到的作品。李梅秋中间有一个画我的故乡嘛，平湖的迄个鱼市场，拍武功的时，船转来伫遐咧拍卖，鱼市场刷鱼一尾足大尾，这拢是咱较早较咧看。另外，这幅湖边画石是画家陈景荣伫1981年完成的，顶前有淡薄仔哀愁，是陈景荣的特色。画迄张是湖边月色啦，伊都穿白衫吼，我讲手摕只像青鸟，你白衫后壁创湖边创月亮，安尼湖边月色吼，讲起来是真特别啦吼，真宁静的感觉啦。这边的展览为画家出世的年代分做4个主题，为上年长的1871年到上少年的1989年，计共有195位艺术家，包括文献资料在内，展出232件收藏。所以咱这边照有这个年代，有的拢超过100岁，有的吼是第2代艺术家，有的是战后的，有的是战后甲第2代艺术家中间咧分做4个阶段。那么咱会当看到这4个阶段，这个人包括台湾各个阶层，各个无相像的族群，但是有迄个时代的特色。台湾西洋美术重要的开启者石川琴一郎的作品，甲伊学生陈定波、李梅秋等人的画作。台湾知名加彩画家陈永新、林志祖、蔡楚如，也有台湾近代美术家亲像四宝霞等等的画作。总数671件顺天美术馆关键的收藏品，也拢会做完整的数位展藏。文化部国美馆会将这个作品修复了，拢总做数位扫描，搁做伊的资料诠释，拢总放去哩网络顶管，网络顶管就等讲你若要研究的人，你就会使透过网络来了解这作品，来做研究。除了数位化，为着落实文化共享开放的目标，文化部也欢迎各界照展，让作品有机会伫北中南各地头展出，将这的珍贵收藏分享给更较侪人。记者杨淑晴、田学水综合报道。市街场低调这款的摆味，常常引起附近徛家抗议。所以南韩就研发出一款除臭剂，利用泡菜甲土肉当中的微生物消除养殖场的臭味，搁兼会当提高卫生程度。伫韩国这个市场场，好亲像比咱印象中较清气，无毋对，伊不只是看起来较清气，闻起来也无啥物臭味，甚至亲像好新这海棠拢看无。其中到底有啥物秘诀呢？原来是伫市界喷一种微生物除臭剂。There are fewer flies and odors, and I think the feed efficiency is also very good. 这款微生物喷剂是由韩国农村进行厅研发个申请专利，参伫泡菜甲土当中发现的微生物所做的，大量生产了后免费发予各地治疗。After develop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medicine to pig farms every week, farmers were happy to see a cleaner environment, and so were people who've been complaining. 这个喷剂用消毒90%的氨气甲硫化氢这气体，这气体是造成牧场臭味的主要原因。同时，伊就无害，用接触皮肤，动物食落腹肚也无关系。伊甚至用加强免疫力。When combined with ammonia gas in the air,
we were able to see the effect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gas was reduced. 有天然的微生物喷剂，牧场就变烦恼臭味问题，应建立更较清气的农村畜牧环境。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北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中部地区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华东地区20度到2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祝您规工顺心，再会。